宏遠調查委員會咧已經舉行咗10幾次嘅聽證會。咁最近咧，消防處一位助理處長叫做翁錦啊，咁喺聽證會度接受呢個大律師杜鑑坤佢嘅盤問嘅時候就話：消防門、後樓梯嘅逃生門、網上嗰啲咁嘅發泡膠等等有關嘅消防隱患咧，係唔關佢哋事，係房屋局嘅事。咁而工人食煙咧，又唔關佢事，就勞工處嘅事。咁吹得一乾二淨。咁杜鑑坤都話：哇，咩都唔關你事。咁個個都嘩然啦。咁我想問咧，呢位翁嘅處長咧，助理處長咧，佢咁樣問佢係咪真係唔知道自己消防處嘅權責係咩咧？根據香港法律第95章消防條例，一開宗明義已經講得好清楚。本條例嘅宗旨係喺消防處嘅組織職責同權力，以防消防處成員嘅紀律訂定更完善嘅條文，並就預防火警危險以及同火災有關嘅調查作出規定。即係呢條條例一開宗明義咧，就已經話咗咩咧？消防處係對防火同救火有不可逃避嘅責任同埋權力。好啦。呢條條例咧，2F 亦都講得好清楚嘅。關於火警危險咧，就係呢個火警危險咧，就凡係實質上增加咗火警或者其他災難性發生嘅可能性嘅事物或者其他情況，遇到咁嘅情況，消防處係有責任去作出處理所有防火嘅措施同埋指引，即係防火責任一定係消防處。而第7條 C 咧，亦都講清楚。消防處咧應該就防火措施咧同埋火警危險提供意見，而第5條亦都講清楚，消防處長喺符合行政長官命令及管制之下，處長係負責最高指示，對防火消防有管理嘅責任。而第9題 A 就最清楚啦，消防處長除獲防火、火警危險方面嘅權力，而處長信納，記住信納任何處所之內或之上存在火警危險，可向任何人送達注明訂明的通知書，規定他在通知書所指明的期限內辦理處理在通知書裏面的任何事情，以消除火警危險。睇完呢段幾條條例度，已經好清楚。消防處係負責有防火及救火嘅責任，係不可或缺嘅。而所謂危險咧，就話，譬如一個發泡膠擺喺度，當然冇問題。但係如果佢阻塞通道好多發泡膠咧，呢個好明顯就係有火警隱患。既然有火警隱患咧，消防處就責無旁貸去處理，就唔係話可能係大廈管理處啊，可能係房屋局啊等等。而消防處知道發泡膠係封咗窗口為防火隱患嘅時候，佢係應該制止。就唔應該話既然房屋署或者建築物條例執行處已經批准咗，就唔關我事。因為防火或者存在火警與否咧，呢個危險咧就一定係消防處嘅專業。我房屋局我唔會知道發泡膠係易燃物品，或者我唔會知道會有消防隱患，或者我嘅專業唔係負責呢個消防隱患。邊個係專業？當然係消防處啦。咁呢啲條例已經講得好清楚，消防處係有責任。但係呢位助理處長居然夠膽喺呢個聽證會度公然混淆視聽、推卸責任，呢個係唔係消防處嘅立場呢？喺呢方面呢，我都希望楊恩健處長呢出嚟澄清呢一位翁助理處長佢講嘅說話係唔係代表消防處嘅立場？咁我哋又睇一睇另外一單案件。呢單案件就係講緊2019年牛頭角嗰個叫迷你倉火災，引起2個消防員死亡。咁消防處又巡查全港各個消防迷你倉，結果咧就喺長沙灣蘋果迷你倉度咧就發覺消防隱患，就要佢作出更改。而迷你倉個老闆咧就係認為消防處咧就係越權，因為呢啲就係講消防處冇權咁樣做。結果就係申請司法覆核。咁上訴庭咧就作出一個指引，佢就話咧，
有好多部門，佢哋係管理其他嘢，但係你呢啲部門管理其他嘢同消防處咧係互相互補嘅，就唔係互相排斥，就唔等於消防處冇責任。消防處有責任有權力，所以咧，如果佢所發出嘅措施係以防火為目標嘅話咧，就唔會有越權嘅存在。呢個法例咧講得好清楚，消防處係有權有責，係對呢個凡係有消防隱患咧，甚至可以發出一種叫做消除火警危險通知書 （FHANN）。佢嘅權力唔單止係裝置，而係涵蓋整個建築物嘅佈局、間隔、窗戶。嗱，大家知道好多年前亦都有卡拉 OK 大火，之後消防處就發出指引，卡拉 OK 嘅走火通道唔少於1.2米，呢啲就係消防處嘅責任。但係呢個翁處長咧，好似唔知道有啲咁嘅條例，唔知有咁嘅 case 喎，佢居然夠膽講，喂，唔關我事喎。咁我想問，如果我話消防處係好專業，但係佢嘅表現就唔專業，陸工會曾經批評過我話侮辱消防專業，但係我想問，陸工會贊唔贊成呢位助理處長所講乜嘢都唔關佢事呢？我又希望陸工會今次又回應下我，俾我嘅一啲意見啦。咁我喺呢度呢，亦都順帶想問一個問題：消防處多次話直升機投下水彈係冇用。我想問佢哋呢個決定嘅時候，有冇問過飛行服務隊呢？有冇諮詢佢嘅意見呢？譬如風向啊，或者等等呢？因為我覺得飛行服務隊嘅意見係值得參考嘅喎。如果消防處獨自咁樣講，咁佢點回應1987年喺天后都已經用緊直升機投擲水彈救火呢樣嘢呢？喂，大埔宏福苑個空曠程度仲比呢個市區啦，佢話市區密集唔宜用水彈，咁天后又如何呢？咁我喺呢度呢，亦都想問下消防處喺回覆政府話唔需要用水彈嘅時候，有冇問過飛行服務隊攞意見呢？如果冇，就係佢自己獨斷獨行。咁但係睇翻消防處喺聽證會度嘅表現，多次話唔清楚，唔理想。甚至最離譜，今次就完全唔關我事。咁呢啲專唔專業呢？另外咧，我亦都睇出個消防處隱患。如果每一個消防高官嘅態度同埋嗰個認知水平都係好似呢位翁處長咁樣嘅話，將來就算楊恩健處長落咗台再升落去，都嗰啲官都係咁嘅話咧，我都好為香港市民咧嘅生命安全擔憂。多謝大家。